都台语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你参考，解文说字。今仔日咱来讲几句啊，甲做戏有牵连的俗语话。平顶平骹，人爱看戏，原因就是讲，确实戏剧的内容真精彩，有当着啊，你看到规个心肝会迷。俗语话咧讲，平顶有迄款人，平骹就有迄款人。戏有含无？人生毋才有含。有影呢？真侪才真正对歌仔戏编剧内行的专家，你像讲河洛歌仔戏团创办人刘仲元先生，伊就常在讲一句话，伊讲若歌仔戏的戏出编剧编了赞，就是第一爱下情理之中，剧情一定爱下情下理，啊，毋过第二爱出人的意料之外，就是因为安尼生戏毋才会精彩，所以毋通讲人做戏空看戏戆啦。咱就是因为平顶所看的戏，平骹的人生中，真正拢捌发生，真正拢捌见证过。安尼咱看即出戏，毋才会心肝对伊行，毋才会了解讲，确确实实平顶咧做的剧情，有一日会应验伫咧咱的人生中。啊，讲到做戏，啊，佫有一句俗语，有原来是咧鼓励人讲，面对困难，咱毋通烦恼；面对挑战，咱就要勇敢担当。即句话讲叫做坐戏坐人看。真侪只会熬做戏的，有才有艺，因甘愿讲，大家咧拼馆、咧拼场的时阵，咱提出满身的技艺，因为咱毋惊，甲人扯拼，原因就是讲坐戏坐人看。你干那一边咧做，无熬啦，三两边啊做伙做，你若甲当作良性的竞争，我认真做，你比我搁较拍拼，当然即个环境就会愈来愈好。咱毋免惊，毋免惊挑战，因为坐戏坐人看。因为路愈行愈宽，嘛是句中文的俗语话，敢无讲饼愈大地，愈侪人分，啊愈侪人分，饼原来会愈大地，就是因为安尼生，所以咱勇敢面对挑战，坐戏坐人看是好代志。毋过啊，佫有一句戏班的俗语，无得较就好啊哦。即句讲叫做加官礼，较侪过戏金银。当然啦，真侪戏班因为请主，因为咱遮的庙方都爱看半仙。大病半仙甲人落，加官礼包互半仙的红包，较侪过戏金，这有无毋对。毋过即句话社会上咧运用，另外一种的角度，就是讲毋人钱较侪过骗金礼啦。你加官礼较侪过戏金银，有当着啊，毋是讲真普遍看会到，嘛有人当作讲，这就是头尾颠倒做，代志颠倒做啊，毋则毋人钱较侪过骗金礼啊，即个代志咱就毋通犯。你讲有看有影无？啊，总是要互囡